國家15+5規劃早前獲得通過，當中再次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亦全面主動緊密對接，高度配合國家規劃，為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一直馬不停蹄。除咗全力推動河套香港園區、沙嶺數據園區同新田科技城等重大創科基建之外，對於加速新型工業化發展同樣非常上心。先後喺舊年嘅施政報告同早前發表嘅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推出多項支援措施，彰顯佢以創新科技驅動經濟轉型嘅決心。多年嚟，香港工業嘅存在感唔強，但根據香港工業總會喺2025年年中發表嘅報告，估算香港工業喺2023年嘅增加價值達到1271億元，佔當年本地生產總值4.4%。同年，與工業相關嘅生產性服務業嘅增加價值更加達到4735億元，貢獻本地生產總值16.2%。香港工業嘅表現較一般市民大眾想像為好，近年更有穩步上升嘅趨勢，足以成為推動新型工業化同創科產業嘅基石。而根據政府近日公布嘅統計數據，本港整體製造業嘅工業生產指數喺2025年第四季同2024年同季比較上升5.7%，保持穩健增長。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動發展新型工業，會進一步帶動香港整體工業同創科產業發展。新型工業強調以信息化帶動，透過創意及創新、智能及數碼化、高技術含量、未來技能等元素實現，並能夠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嘅工業化，係香港破解經濟結構單一、增強發展動能嘅其中一項關鍵。香港嘅工業表現持續改善，我認為呢個同政府對工業發展嘅大力推動同支援有莫大關係。回顧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嘅支援措施係名副其實嘅多管齊下。喺資助計劃方面，政府先後推出過百億元嘅新型工業加速計劃，以及透過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支持超過120條新智能生產線，帶動超過10億元嘅私人投資。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旨在資助從事策略性產業，例如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等，喺香港設立新智能生產設施。至今已宣布支持4個項目，總投資額大約25億元，當中超過70%係私人投資。最新獲支持並且落戶嘅係國家級專精特新重點小巨人企業東微電子。企業將會投資8億元喺元朗創新園設立本港首個半導體設備研發同生產基地，預計至少需要100位以上嘅本地高端人才。東微電子嘅落戶標誌香港進一步邁向高端製造，係推動新型工業化嘅重要里程碑。而為咗俾更多企業受惠，政府更加喺舊年11月將加速計劃嘅申請門檻、項目總成本嘅最低要求由3億元下調至1億5千萬元。喺支援重點企業方面，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至今已為超過200間具潛力或者代表性嘅創科企業喺香港落戶或者擴展業務提供支援。全球領先嘅新能源科技巨擘寧德時代，以及全球領先嘅信息與通訊基礎設施同智能終端提供商華為等龍頭企業，相繼擴大在港嘅研發規模。本地製造企業，例如納米材料生產商納洛史德斯科技，亦都加大在港嘅投資。喺協助傳統製造業升級方面，政府推出製造及生產線升級支援先導計劃，以配對資助嘅形式，向大約400間企業提供每間最多25萬元嘅資助，協助中小企業引入智能生產技術，並且升級生產線。正如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祖恒所講，新型工業化唔係要將土地同勞動力密集嘅製造業帶返香港，而係聚焦物聯網、人工智能、新材料同智能生產工序，引進高端製造業，促進傳統製造業升級轉型，提升製造業嘅競爭力。講到升級轉型嘅例子，本地就有食品生產商藉住政府嘅資助計劃，
設立生產鮮蛋液製品嘅智能生產線，以提高原有生產效率同產能，為本地食肆同食品製造商供應鮮蛋液。嶄新同合適嘅智能生產線，唔單止能夠有效提升產能，對產品本身亦都可以帶嚟革命性嘅升級。政府持續支持新型工業化，最終受惠嘅除咗廠家，相信仲包括廣大嘅消費者。政府一系列嘅政策措施覆蓋咗研發、初創、重點企業到傳統產業升級嘅各個環節，形成相當完整嘅支援體系。同時，新田科技城將會提供大約210公頃新創科用地，為創科產業發展預留充足空間。值得一提嘅係，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亦都預留2億2千萬元喺香港建設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呢個將會係首個國家喺境外設立嘅國家級創新中心。香港微電子研發院嘅第3代半導體芯片技術研發同試產嘅中試線，年內將會投入運作，可以促進本地芯片研發同產業升級。種種措施同優惠政策已經初見成效，只要持之以恆，香港新型工業發展大有機會踏上新台階。國家15/5規劃已經為香港指明發展方向，除咗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更加首度提出深化同內地產學研創新協同。新型工業發展正係當中最重要嘅一環。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可以同大灣區內地城市緊密互補，借助內地完善嘅產業鏈同超大市場，結合香港喺科研、設計、品牌、國際化等方面嘅優勢，共同推動高技術產品嘅產業化同市場化。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政府正全速編製首份香港5年規劃，對接國家戰略。我期望呢份規劃能夠為新型工業發展提供更具體嘅路線圖，提速釋放香港嘅創科潛力，進一步改革破局，拆牆鬆綁。香港嘅基礎科研能力一直深受國際推崇，持續推動新型工業發展，香港科研成果商品化嘅能力亦會強化。喺特區政府有為施政之下，定能夠進一步為國家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